大家好，今日嘅題目係平靜安穩。曾經有一個畫家，佢畫咗一幅畫，題目叫做平靜安穩。可能我哋會諗，佢梗係會畫小橋流水或者一啲好平靜嘅環境啦。但係呢個畫家畫乜嘢呢？呢個畫家畫咗喺一個好澎湃嘅大瀑布旁邊有一棵樹，樹伸出樹枝，樹枝上面有個雀巢，而雀巢裏面就有雀仔好安定咁樣喺度瞓覺。真正嘅平安唔係冇晒困難，事事順利，平安大吉。基督徒都同普通人一樣會病，一樣會失業，一樣會面對種種嘅意外，一樣會面對生老病死，人生嘅無常。但係我哋唔憂愁，亦都唔膽怯，因為知道神同我哋同在，我哋就可以笑於暴風。基督徒有一個返天家嘅把握同埋信念，使到我哋無懼死亡。有一隻遊船從英國出發，橫渡大西洋，要去美國嘅紐約。但係喺途中佢係遇上大風暴，船上嘅人都好驚，生死一線。但係有一位老婦人，佢好平靜，好安詳。人就問佢：點解你唔驚呢？原來佢有兩個女，大女兒住喺紐約，而小女兒幾年之前就俾上帝接返天家啦。佢話如果船能夠安抵紐約，佢就可以見到大女兒；但係如果船沉啦，佢就可以返天家，可以見到小女兒。所以無論見到邊一個女兒，佢都覺得神總有佢嘅美意，佢盡可以放心。